启明星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星声》节目。109学年度大学入学呢，这个繁星还有学测的个人申请呢已经放榜，那接下来呢还有指考，所以呢我每届这个学生跟家长呢其实都非常关心说，要读什么样的学校啦，读什么科系啦，因为这个呢会影响到未来呢他们的就业跟发展。但是呢，因为近年来应该说有一段时间的啦就是说这个少子女化，所以造成说很多学校已经停招了。那甚至说呢，我做贼好的讲，他们在办学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学生越来越少。但是这其中呢，其实也有逆势成长的啦也有一些学校呢，其实办学办得相当的好，而且呢，因为他们所办的这个办学的方向呢，可以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所以其实呢，他们招生状况非常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办得相当好的这个学校的代表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谈一谈那相信呢，我们今天呢，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家长跟学生呢收获良多。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欢迎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曾信超校长、曾信超博士，欢迎您。碧纯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校长非常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很关心这个入大学的事情，那所以就是也会听到说，竟然有一些学校都已经停招了，让人家觉得说，听起来有点心酸呐但是这个像你们中华医事科大有没有受到这个招生方面的冲击啊？少子化？其实我认为大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其实是就业，对，就业赚钱呐，就是就业。对。那马云说这个世纪到下个世纪的首富，会出现在健康这个医护这个产业。那111人力银行大数据统计呢？其实，就业率最高是医护类，然后薪水最高也是医护类。对呀。还有1年、3年、5年、7年的薪资成长率，最高也是医护类。所以现在，尤其现在肺炎疫情呐，对，医护，各位你看啊，护士几乎代表人类在抵抗这些细菌，对啊，所以他们受到全球各界的关注，除了医生之外，那我们知道医生本来就很受重视嘛，对啊，那医护从来没有这么受重视过了。这是肺炎疫情呢，反而让大家去注意到这一块啊。对，然后又很需要，那他的薪水多高呢？像我们有护理那护理如果英文好，到美国，现在他到亚洲来招，1个月薪水9万、10万美金，一年一年10万美金，大概300多万台币哇，薪水快赢过我了。薪水已经赢过我了。刚一毕业刚一毕业。所以他的就业率高，他的薪资高，所以比较有竞争力啦。那当然，我们学校这几年，其实台南地区有很多学校，或者高屏地区很多学校，它的学生人数还是降很多，有的降3800人，3700多人。对，甚至国立学校、国立的大学。学生人数也降500多人那我们几乎没什么降，没什么降。那我最高兴的是，这一次肺炎疫情嘛，大家都说要提高群体免疫力。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提高？你知道吗？对啊，什么方法？职员加薪6%，全体职员加薪6%啊！大家気持ち良心情好。群体免疫力提高，所以我们都没有肺炎疫情。哇，对啊，因为很多可能就是说还有减薪的状况，或是放无薪加薪，所以用丢罪。你们还可以加薪？对，那可以加薪，代表我们
真的，学生没有降嘛，哈。对啊。然后我们整个经费争取的经费又都蛮好的，所以我们的财务状况不错。其实我们的年终奖金最高花到3个月，这在学术界很难，而且我们是弹性年终啊，就我把学校经营成企业化经营。其实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企业年终奖金固定？没有啊，没有啊。年终奖金其实都弹性。那我们学校年终奖金也弹性。看你的绩效，你认真的，你绩效好的，年终奖金就高，所以我们就好像企业化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比较有效率，好，然后这个招生立于不遂之地，好，那形象越来越好，对，好，形象越来越好，那学生越来愿意读，所以我们就有能力给员工加薪这样。哇，所以其实不止越来越多人想要去读那个中华医师科大，很多人都想去那里上班呢，因为福利很好，对不对？那其实在我们台南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停招有很多，全台各地都有停招。我们台南地区很多学校其实也是学生数也都越来越少，对不对？对，学生数，高中毕业生。好像这一次高中毕业生少了大概15000人，那技职这一边少最多，高中这边少了这样5000人，技职业学校少了15000，这样，所以各大学招生一定多少会受到冲击啦。对，那其实我们学校最近才刚换榜。我们有2个管道换榜，就是高中申请入学。其实高中生大部分都是去读一般大学嘛。对。结果我们拿出一些名额收高中生。各位可能不相信啊，但是我讲的是真的啦。我们拿一些名额到收高中生，我们106学年度我们的注册率89.12哈。是。那台大是多少呢？台大90点多，我们只输台大一点点，意思是只输他1%啦哈。隔一年107学年度，是我们上升到96.57%，因为这个我要看哦，不能讲错。对这个数字要讲正确。96.57%是全国第3名，只输台艺大跟台体大。是那些比较特殊的学校，意思是我们已经赢过台大。哇，你无法相信啊！我们中华医大是一个小学校，那当然，所以我们认真办学，那学生愿意来，那我们的那个高中申请入学竟然赢过。那今年高中申请入学已经。换榜啊，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各校都是秘密啊。我公开讲无所谓。我今年94.86，比107学年度是稍微低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有一点受到冲击哈。但是我们的有一个科系的积分增加10积分。增加10积分，然后我们的注册率94.86，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因为破纪录因为增加10积分，我们就想惨了，这样我们的报到率会低，因为我们假设以前跟邻近的学校拼，就一下子跟高一、中国一、跟北一，跟很好的学校拼。然后我们注册率还能够94.86，这个是，真的是天佑华裔。真的，而且还是10积分，真的是很厉害哇！对，哇，真的相当不简单所以其实这一次就是说报道率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呢，新闻记者有特别去做采访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新闻报道。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依照医师专业的科系备受各界关注，学校除了提供专业的师资以外，优质的学习环境也是侪学生所喜爱的。今年高中生申请入学有175个名额，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生665人报名，比去年增加了55人。统计第一阶段报到完成率、环境安全卫生工程甲护理系报到率拢是100%。
加上现在中央政府通过国家公共卫生署的法案，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有6个科系会使选修相关的课程，增加了学生未来毕业的选择。中华医大已经在医护这个领域51年，我们107学年度，我们的报到率，高中申请入学的报到率96点多%，全国第3名。那今年的高中申请入学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93%哈，20号才截止，那期望再创历史新高。那新鸿这一次立法院公卫师法刚通过哈，那我们是医护专业的中华医大，那我们有护理、医技、食营黄安环境安全、职业安全等等这些科系都可以来修公卫的学分哈，我们会开一个公卫师的特别学分班，那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来修这个学分修满18学分就可以再加考一个公卫师。我们学校是全面双主修，只要学业成绩65分就可以双主修所以我们所有中华医大毕业生都可以有2把刷子，现在加上公卫师法，我们可以3把刷子，更厉害了。听到国家公共卫生署的法案通过的好消息，在学生拢感觉非常的欢喜，除了会使考到新的证照，嘛向前未来的出路加了一条。我觉得很棒，多一张执照，然后在未来出路上就会有多一个保障，我觉得还不错。我们读医技系本来就已经具备这个专业相关能力，所以多了这个法可以保障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工作就业选择，我觉得非常好。会想要去考公卫师，让我就是有更多的那个专业技能。中华医术科技大学高中申请第2阶段报名的时间到5月25号下午5点，校方也提醒毕业生要把握机会，先准备好未来就业的出路。国家公共卫生师，我可以。采访报道。哇，所以其实这个正取生的这个报道率真的是很高对不对？所以其实真的是看得出来说，现在你们华医就是这些科系都很受欢迎，而且我们知道说，其实里面好像有一些就是台南一中、台南女中的学生，是不是？对，我是南一中毕业的哈。那我一直都不回去招生，因为想说他们不会来。这一次竟然有南一中、南女中、都雄中、中一中。其实我们上次我们曾经有台大医科的申请的学生是同时申请我们学校的验光师、验光系、视光系是，那就是考验光师的。对。75几分，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吓一跳。对因为他家有开那个眼镜行对对对。那他想说，如果台大医科没有上，就来读我们的视光系。那现在验光师也很红，你知道吗？对啊对。考上验光师，他的薪水大概5万。他比医生还安全，都没有什么纠纷呐对对对，验光验错了就重来而已。对，而且医生很累，其实真的工作好辛苦。对，他就上班8个小时，穿白袍，又很有专业的感觉，然后比一比就5万。对，人家还是很专业。对啊，真的不错。最主要是这样，验光师全国考照率不高。不高好像10.36%。结果我们学校考照率多少呢？我们学校考照率63%。哇，这比那个全国那个还高那么多啊！全国比如说有10个科系，然后去考起来，全部平均就是10%多，10%多。那我们是考过就对了，考过。然后结果我们学校是60几%，平均下去这样难道其他都没有人中了？对啊，几乎都你们学校考上的吗？对对，难怪人家可以读台大的，还跑来想要读你们学校对，哇，真的是很不简单哇。
那其实说校长，就是说，因为今年受到这个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啊，那其实是不是会影响到学生想要来读你们的学校？我觉得不会。那其实因为那个公卫啊，好像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公卫的议题起来，就大家看到重视，看到重视，医护的议题也起来，需求。那像要检验新冠病毒，那个检验师就是我们的医检师，全国最大的医检系在我们学校。哦，对，原来是这样啊。对，然后这些人，那我们学校最主要是每一个科系呢都有专业啦，然后每一个科系我们他都要考上证照，给毕业，然后而且我们100% 有实习，我们规定一定要实习，一定要实习，而且实习是实习半年甚至1年。那因为实习半年跟1年，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国。我们可以有很多出国实习是到国外实习。那到国外实习其实就赚钱了，你知道吗？1个月薪水多少，比台湾赚的还多。实习期间就有薪水了。实习期间就有薪水。那在国外实习有很大好处，实习完像我们的幼教、幼保，我们因为有老师到新加坡当华南理工那个就在那边当老师，结果我们的很多学生就去那里实习，然后就业，薪水起薪6万多，第2年8万。如果英文好，多少钱你知道吗？20万1个月。哇，都快要可以当校长的薪水。对。对啊，好羡慕哦！这样一听到，我都觉得我当初选错对啊，如果可以重选的话，对不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很不错。所以校长，其实你们学校在一开始应该是50几年前创立的嘛，那时候只是专科学校，对不对？这个历史大概稍微讲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这只是一间小学校，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叫中华医专，大家都说中华医专，现在当然我们是改革成已经升格为大学，对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叫我们，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叫我们中华医专，其实我们是叫顺口，中华医大，对，医事科技大学，那我们已经有满51年的历史有3个学院，19个科系几乎有6个研究所有6个研究的点。那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一个学生我们让学生可以修双主修。可以修双主修哦。一般来讲，我相信你在读大学的时候要修双主修，一定是成绩要非常好，很难。学业平均成绩85分，双主修。结果我没有，我把它改成学业平均成绩65分就可以双主修。就可以双主修。学业平均65分是什么意思？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达到65分嘛。这个校长你们自己改就可以了吗？没有，要报部通过。对啊，那这样还可以通过啊？通过。哇！因为现在政府的理念也是要2把刷子嘛，你刚说3把因为有公卫师嘛，好棒哦。那要拍型的人才，那比如说你读一个科系，那现在像我们视光很红啦，还有或者验光很红，对，还有什么语言治疗护理很红。那其实如果考不上没关系，我认为你就进来。进来，比如说幼保也好，或者长照，你读长照系，然后双主修护理，然后你考2个证照，你有长照的证照，你又有护理的证照，我相信比台大毕业还有竞争力啊。对，所以我们这样全面的双主修，全面的实习，就提高竞争力。对，那其实修业时间，我们最特别的是五专五专几乎不可能双主修。我们现在报部也准了五专双主修，也都准了。所以五专呢，它可以
比如说5年修一个专业，可能大概加半年或者1年就2个双主修，然后这样可以考2张证照。比如说你营养师，然后再有厨艺，那你又有营养师又有厨艺的证照，一定很有竞争力。对啊，这样也有结合起来耶。对对，这就比人家强了啊，对不对？因为有些营养师他可能在厨艺方面不行，有些厨师他又不是营养师。对啊，对。哇，所以这样双主修真的是对大家未来的这个发展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哦，那学校在考照方面，其实都辅导学生都考得很好嘛。我们很特别啊，我们学校其实我们现在学校办学其实有秘诀啦，但是没有关系，我公开。对啊，我们惊人知啊。对，我们的秘诀是聘好的老师啦。好，比如说我烘焙，我们有缺一个烘焙，是，你知道吗？我就去拜访吴宝春。哇！我说，请你来教书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哎呀，他太忙啊。那我觉得他也很够意思，他就介绍他一个学生，叫王鹏杰。那王鹏杰就来跟我们教烘焙。就教一教，隔年他还拿到世界面包大赛冠军。哇，那可惜啦，信与不信。结果他拿到以后就又跑掉了，他跑去美国开业。那像我们有一个科系非常特别，全国有很多按摩，好推拿按摩，全国唯一的大学部的按摩科系在中华医大。哇，还有这种按摩的科系呀？按摩生意多好，你知道吗？昨天刚好他们系办毕业了哈。我就讲一个故事，我说有一次我出国，然后一个学生要买饮料，我说校长请你，他说校长这样子，钱赚得多的请，那我说好啊，校长怎么会输我们的学生呢？对啊。结果他说校长，你一个月有30万无？我讲哇！我讲安尼好你请。哇！一个月是我们的学生赚这么多，一个月30万。他按摩然后他开一家店，然后有请一些人一起按摩。按摩生意就那么好，那唯一的大学部在我们这里，然后现在每一个人都一技之长。那以后搞不好甚至是会规定没有这个证照不能按摩。那太红了，你知道吗？对，就更红啦，更红了。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多现在都需要有证照，对，都要有证照，对。所以这个在医护这个领域呢，其实现在不要小看一个月我们还没毕业的学生一个月30万。这个听了真的觉得哇，这个要选对行哎。我都想退休后，我退休后想来读这个科系。没有，我一直鼓励我太太也在教书啦，那我叫她赶快去念。那晚上我都趴着让她实习。哇，你这太聪明了，还这样赚到哎！哇，这校长都不想当了，都想要再去。我主持人都不想当了。我也想去读啊，然后来按摩。对啊，这样一听都觉得哇，你们学生这样真的非常好找工作。对，那里面的科系，其实我觉得说，像你刚才讲到说，你们学生非常重这个实习，然后还可以出国，对不对？对。哇，这个部分就是说，所以很多学生都有不是一般学生都有机会出国的。对，没有，我们是教学卓越的大学。那政府要规定你1年要派多少人出去，还要辅导啊，然后甚至工会。然后给他出去，然后去实习，我们还要补助他机票，然后那边如果又给他吃住，所以出国这个都不用自己花钱呢。对。哇，还可以赚钱，对不对？还可以赚钱，对。哇，这么棒。对，那不要，其实各位不要去去打工啊，去澳洲打工，读个大学，然后去实习，那他有正式的签约，正式的管道。然后以后留在那里。现在我们有人在那边餐厅1个月8、9万台币，1个月8、9万。这样也是很好哎，就是都是比一般在这边赚的那个钱
比一般人都赚多了。对对对，哇，我们在场很多啦，包括主持人、摄影师、导播，其实都没有赚这么多。欢迎各位来读按摩。哦，按摩啊，哇，这个一个月30万呢。对对。所以其实校长，你刚除了讲到说，你们其实办学可以办这么成功啊，一来就是说，你们的科系都有符合这个世界潮流、未来就业的潮流，然后你们师资也很重视啊，对不对？吼，那个重金礼聘，打给一个加薪。那另外我知道说，你们学校很多硬体建设等等啊，一些配合的，其实都很好，什么教室啊，什么还有什么坐月子中心哦，这么棒。对，其实我们近几年拿到部里面的补助款6亿多哈，那我们全部花下去改善了我们的设备了。是。那设备好，那我们其实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哈佛大学。那因为我待过 MIT 哈，那我去哈佛上过课，那我就很向往哈佛的那种启发式教学，所以我就建置一个哈佛讲堂。那我们的老师，哈佛有把他的上课方式移转政大，政大帮忙训练哈佛个案教师认证的老师。那我们老师全部要经过政大来教，然后试教、上课、考试通过。我们学校有大概将近一半的老师经过哈佛个案教师认证，他企划式教学的认证。然后我们有哈佛的设备，哈佛认证的老师，所以要读哈佛不一定要去波士顿，到中华医大台南就好。对啊，你们等于就是哈佛的分校了嘛？不要哇，对啊，真的很棒所以我用了6亿的补助款，然后改善这个设备，所以学生去上课都会觉得哇，我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设备什么都师资都很好，当然想来啊。对对对。真的很不错对啊，所以其实校长你们就是自己在那个网页的首页就是写上说我们是最好的医事大学。真的呢，我们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愿景，台湾最好的医事大学作为我们发展的愿景。其实喊这一句话，当然很多人批评了，但是我们真的用这样。很多老师，我用这样来要求老师，台湾最好医事大学的老师应该怎么样？我们聘老师要聘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台湾最好医事大学？我们有一个老师来跟我说，我们的马路啊坑坑洞洞，这个是台湾最好的医事大学吗？我说不是。好，隔天铺，花100万就铺了。哇，你们自己铺不是叫政府来铺？我们就铺，然后包括我们的学生证，我就想。台湾最好医事大学的学生证到底是什么学生证？我就拿台大的学生证来看，我就要比照，至少跟台大一样。我们有悠游卡，然后可以有一卡通，什么都可以，很多功能，这样子。那我们最重要，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考照率高啦。那我们毕业最后1里路的时候，最后1年，其实我们学校很多化身为补习班，我们要月考、周考，然后每个周末关起来，那个密集班没有收费，我们免费。这么好。包括毕业后还没考上证照的，也要来考。也要来上。先给他测验，给他磨练。没有，然后我们聘请好的老师上课，对，就好像补习班一直抄不用钱哇，这么好。不用钱嘛，模拟考一直抄，课到金细细出来就考照率。钦差课的第二对，考照率高，考照率很高。对，哇，所以真的学校很敢投资对啊，这样听起来校长就是说，我们竟然是台湾最好的医事大学，我就什么都一定要最好。不家己也拍谁啊，对不？敢讲的敢做。我昨天那个调保系毕业嘛，按摩那个科系，我说我们办学有一个就是毕业生的满意度一定要最高。我说这样，你们毕了业，我们以后有可能聘大师来，教按摩，有什么不同的计划？我说各位毕业，终身免费回来上课。终身免费。然后这样他上来读了以后，出去又回来再进步他满意。我们招生有问题吗？绝对没问题。这些学生自动帮我们招生了。我们要这样子啊。对。
所以我们的秘诀就是要让你的毕业生满意。那一天有一个视光系毕业生，22岁，硕士拿到了，拿到仁德医专的讲师证。22岁硕士。哇！因为现在验光师国内没有验光博士嘛，只有到最高硕士，我们有硕士班，所以他硕士一毕业，22岁拿到讲师，非常满意啊，非常满意。然后我觉得只要我们的毕业生、学生满意，他一定会帮我们招生。对啊，就是口耳相传呐。对。好，那我们知道说，因为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然后让这个公卫法就有通过嘛。哇，说这个部分呢，刚校长在 VCR 里面也有谈到，你们就是有很多科系是可以报考的，对不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详细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法。对。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嘛，然后公卫的议题非常热门，所以立法院很快的就通过公卫师法，它其实就是医事类的科系，那要修18学分一些相关学分就可以那就可以去考试。那像我们的护理、医检、营养、医管、职安、环安、长照等等。这些都可以去考，这些都可以考，对，都可以考。然后我们会开这种课，然后也会开这种学分。那像我们这样一宣布啊，我们毕业校友也可以回来修这18学分，那这样他就可以考，好。那他就有公卫师，那以后再有这个疫情，你就像陈时中一样坐在旁边就指挥全国的防疫。因为这个公卫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定要拿到，就是要考过。当然。对啊，所以其实这个未来这非常缺。对。这职缺会非常多，所以变成很热门的。今年台大公卫系分数比如说他要历年，比如说100人申请，今年3000人申请。哇，100人变3000人，对啊，你看好热门。对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其实也造成这个这一次大家在选填志愿都这个志愿有改对，就比较高，填的比较高。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让你们学校也可能也会很爆红啊。因为变成你们学校这个训练出来的学生，其实在每一个公共卫生或者是说各行各业方面都非常有需要。对，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了。对那其实疫情过去之后，其实还是有需要。对，包括你说那个护理需不需要？有啊，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然后长照方面刚你讲了验光师，我们的眼镜，这个验光师其实到后来就说要考这个执照，其实也不好考。以前大家都说你去眼镜行配把镜呢，哔的，给你配几副，今嘛不是安尼对，要处方他可以签名，那验完要签名，他就可以去配了。对啊，哇，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各种什么师就是说，透过我们中华医事科大来做训练，其实出去都非常抢手，就是说就业率其实非常的高。那校长，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介绍几个，就是说你们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些科系啊？我们像护理当然很热门啦。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语言治疗，那是很专业的。很专业的科系语言治疗师就是除了药剂师，现在分数大概药剂师比我们高而已，接下来就语言治疗，就语言治疗师，语言治疗这个也是都要考证照，也要考证照，语言治疗师、医检师、营养师，我们学校的营养师，我们有5专我们5专应届毕业生考上全国营养师高考榜首。高考全国的营养科系可能有20-30个科系甚至包括台大只有硕士班这样去全部大家去报名，我们的5专应届毕业生考上榜首，所以那可见我们的辅导真的有效。真的这个要考到高考榜首，哇，对，好难我们到那个集中训练，然后集中密集辅导。考照率就很高。那还有职安那些都对，现在职安其实也很热门很热门。对，那现在还有一个幼教
各位可能以前觉得幼教、幼保、那个教保员、幼教师不红，现在很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少子化，对，结果我们幼稚园现在公托，然后又增加幼稚园，所以现在幼教老师也缺，又缺了，对。其实我们长照也缺啊，对啊，长照服务员啊，长照师啊，很缺。而且长照政府就投入蛮多的经费要来做这一块，对，所以其实以后出来这个工作真的好找，然后薪水又高，对，哇。然后我们有2把刷子，你可以读2个科系。对啊，哇，所以一次读2个，真正不给他吹波涛咯。对啊。对所以校长，其实你们办学的理念，你到这个中华医师科大大概6年的时间嘛，对，满6年。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中间你们学校给那的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那这中间你就是说有蛮多创新的一些作为嘛，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谈一谈你这个办学的理念？我第一个把学校企业化经营企业化经营就是年终奖金弹性，因为以前我在工研院，张忠谋来之前，我们年终奖金固定，张忠谋一来，我们年终奖金弹性，那我就看着工研院年终奖金弹性以后变企业化，绩效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负责一个大学，我就把它企业化经营。好，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考照率高，好，考照率高，那加强密集。那其实我们勤管严教，各位可能不相信，我们手机是上课是没收的啊。那个现在大学不是都很自由吗？你们还没收？没有，反正我们希望严教嘛，就是要很认真，大家很认真。然后上课我去巡堂。大学校长没有人在巡堂的，对啊。那我去巡堂，那我巡堂每次看到学生都在滑手机嘛，我想说这个不行。后来我们就用手机那个养鸡场，养手机场，在教室的前面，然后放手机，那每一个人手机就关掉，然后插在那里，也搞不好可以充电哈，那就插着，那就上课认真。下课你要去滑，再去滑嘛。对。好，那我们甚至晚上在宿舍的学生晚上要晚自习，集中晚自习，就好像那个高三在 K 大学哈。对啊，好认真哦。关起来这样拼，没有，我们要考照率这么好，对，我们那个一定要付出，因为我们的学生老实讲是素质并不一定很好啦，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靠这样，勤能补拙，对，好用这样，那当然学生有，我们还有一个创意，这个所有大学应该没有人有，我们大学设家长会，大学设家长会，对。你读高中有家长会，国中有家长会，国小有家长会，你有听过大学有家长会的吗？没有。那大学家长会要做什么？好，大学家长会，其实我目的之一，就跟家长会商量，我们那个收手机好不好？家长都同意。那学生都不同意嘛，哈，学生不同意，那我说没有办法，家长会同意啦。这招厉害。他回去，他去跟家长吵，对，然后他会不会来吵你？他说你们爸爸妈妈讲的。对，所以我们就跟家长会合作。是。那其实考照率高，各方面好，找到好的工作赚钱，家长就满意啊。对啊。家长一定希望读大学不要滑手机啊，上课在那边滑手机。对。真的，因为现在有些大学生可能就受到这个3C 产品太多的干扰。那原本也许他成绩很好，程度很好，但是受到这个干扰以后，他反而比一些原本成绩不好的人
还不好，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手机这个是真的还不错，是让大家认真一点。但今天讲太多秘密了。对呀，这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哦。这个家长可能会很开心，都全部送到中华医师科大，可是学生会担心说，那这样子其实如果真的想用功读书啦，我觉得你们这个做法是真的是对的，是。对啊，不能太放纵学生，对不对？对，其实很多学生，因为他要考照，他要考试。我们一进来就跟他灌输，你进来读，你要考上那个证照，好，然后才有前途，所以大家都很努力。那很多同学是害怕他考不上证照，那其实放心，我们有很多的科系，我们有10几个科系都设即测即品，以及丙级的即测即品中心，那就在我们学校，考照的场地就在我们学校。就是甚至那可能不是我们的老师监评啦，哈，就别的老师来评审。那所以他们拿到乙级证照、丙级证照，然后考照好，考照高。那我们的就业率93点多%， 93.68%， 哇，全国第5名，全国第5名啊。93.68%，好，我觉得那个一技之长，有一技之长哦，很重要啦。那其实技职一定要提供这样的教育，才能够竞争，不然，你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很多学校招不到学生，快要关掉，对啊，那我们还能够屹立不摇，还能够加薪，对，你看，你刚才校长就讲到了很多的秘诀。对不对？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少子女化的这个时代，然后学校可能慢慢的这个停招了，而且是说预估啦，就是说5年后。可能就是大概还有时间学校会停招，然后再到2028年，8年后可能就30所到50间，对，到50所学校停招。那是我看的一个在根据这个少子女化，然后一些数据去推测的，那可能会少到50间呢。你看，就当初的那个高教政策的错误，然后搞成到现在变成这样子。对啊，所以在这一片的哇，这个就是像做生意，人有人讲，为什么什么经济不好？有的人生意做个强棍。对。然后少子化的影响，我们中华医事科大还是可以做到这样子屹立不摇。那刚才校长已经透露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秘密了。哇，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这是很棒的，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你考到大学你就去玩4年。这对吗？你玩4年后你出来，你没有一技之长，什么都不对。你其实读大学就是要去学习嘛。对，那你说可能手机被暂时收起来会有点不方便，但是它让你认真的去学习，然后晚自习的时候大家一起认真努力的为了考证照来拼。我觉得校长你这办学理念是真的是正确的。我去那个高雄一个中山工商，他以前也是不好的学校，结果我去参观那个学校，他很严格。非常严格，然后军事化教育，结果他学生数一直成长，现在全中华民国高中职第1名，学生数第1名是好，那所以我从那边启发，所以我们也要严格，好严格。那另外我去大陆或者国外哈，我们在 MIT 在那个国外读书呢，最重要是快毕业的时候要争取实习的机会。我今天刚好看一个报道 ，Elon Musk 马斯克马斯克他毕业的时候，他妈妈就跟他申请 FB，去 FB 实习。那要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们花很多力气去。跟学生安排实习，对，非常大的力气。那你想啊，每1年2、3千人要去实习，那实习场所好跟不好，跟他学的有关系很大。对，所以我们花很大力气，甚至付钱，帮他缴钱给实习单位，那给实习单位实习，校长你们真的好认真哦，怎么那么好？对，然后实习的单位严格要求，严格要求。
然后他毕业他就有经验。那很多百分比就是被提供实习单位就留下来，就变正职的。对啊，因为表现得很好啊，就一毕业马上找到工作。对，像以前我们每年还办实习博览会，就厂商来我们学校摆摊位招实习学生。还可以这样的，我听过就业博览会，连实习都有博览会。讲太多秘密了。大概常客。我们有实习博览会，然后厂商来。那一次是刚好是制药，我们学校有一个制药工程学系，毕业生就要到制药的工厂实习。是，那实习是有薪水的哦，2万2.2万还是多少？实习是。那结果呢？那个老板来摆摊位，摆了一天，招不到实习生，跑来找我，他说校长。不行啊！我摆了一天都没有任何一个填我们学校，填我们公司，叫跟我要啊，叫我指派几个给他，然后说那个不然怎么样？隔年我开幕完闭幕我一定溜，我不能在学校，因为这些实习摊位的老板都来跟我要人，要实习生，就太多人来要实习生了，变成说他们有可能会找不到实习的。对，你看，光这个实习很好用，然后那因为实习了以后，这个有可能就留下来。那制药是全国唯一的科系在我们学校，全国没有制药，有药学，没有制药的。我们制药，你们学校很多都是全国唯一有这种科系的。对，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照护啊。哇，这个也是现在很热门的行业。对，读了这个科系，你家的客厅可以隔成一格一格，就是动物旅馆。哇，现在这个宠物市场、毛小孩市场真的非常的大。对，所以都是非常好找工作的。哇，所以听了以后，我现在知道，终于解惑了。说，为什么？包括说我们台南很多学校那个学生数就是有些跟你们类似的学生数也都减少很多，甚至说可能要停10个科系耶所以你们学校还可以办成这样，我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其实很多人想说，哎呀，放松一点，让他们玩4年啊，要严格。对，玩4年，可能你们学校也会慢慢停招对不对？大学其实要严格，让他有所收获，然后让他考上证照，让他找到好的工作，对，高薪，那他满意，我们招生就没问题；家长满意，我们招生就没问题。对啊，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要严厉什么我跟校长可能会很多学生现在还没去读，他们会讨厌我们，但是4年后你就会感谢我们，对不对？对，听到说我要去读大学还要那么辛苦。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对不对？你认真努力的学习，然后学校有这么棒的资源、这么棒的师资来帮你，让你一出社会以后，你就可以享受高薪，然后这个什么社会地位都很高，然后做的事情你有证照，那多棒啊！对啊，所以校长是不是最后也跟我们谈一下？你要怎么样去提升未来我们好还要更好嘛？对不对？提升我们学校，然后就是说招生会更好，然后办学会办得更好，然后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出去找工作，也可以越找越好。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再讲一些秘密。好，我很想听。我们那个川普跟希拉蕊选总统，到本来是希拉蕊呼声比较大，对啊，后来川普当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川普的 FB 粉丝数、Twitter 的粉丝数比较多。各位你们去查全中华民国的大学的 FB 哪一个学校的粉丝数最多？中华医大。你无法想象，我们是一个小学校但是我们的粉丝数最大。那我们几乎每天就召开记者会，每一个系都可以贴记者会，那一贴10几万人看到，然后他要转贴按赞，然后宣传，所以还有网络世界的风评很重要。现在到底有虚拟世界网络世界的风评，所以我们在网络世界要好风评，因为学生就看这个。
对。那实体世界就像我们这个哈，在电视上啊宣传啊，实体世界，然后报纸上啊，哈，那当然口耳相传最重要。我觉得口耳相传还是最重要，口碑行销啦。对。那所以我们要让学生满意，家长满意，特别毕业生满意。那毕业生每一个都会帮我们招生。其实我们学校好起来，你知道有多大的其他side effect效果？我们的校友会啊，蓬勃发展。我们以前校友会停掉了，后来现在又起来，然后全国校友会又弄了一个台南校友会，然后还有我们的毕业校友去参政选议员。那我的理念不管男女，是我们的学生，我身为校长，我就去跟他站台。所有站台的都高票单选，几乎都是那一选区的第一高票。哇！安尼厉害，安尼效果看偌好。对啊，就很棒啊！哇！对，真的不简单哎！哇，你刚刚讲到了我还连 FB 什么的，这个我们公司要好好学一学。竟然可以变成你们这大专院校里面 FB 第一名，这不简单。对，对，哇，所以校长真的是今天让我们听到了好多好棒哦，可以学的秘密了，不是秘密，公开的，公开让大家公开。对啊，哇，所以校长非常好。那最后就是跟大家再讲一下。现在我们后面还有这个指考嘛，对不对？那指考那是说可以建议一下我们的学生跟家长推荐一下自己。因为其实如果我是学生家长，我也想让那个小孩去读，我自己都想读了。对啊。我要跟家长讲哈，跟学生讲，其实选择比努力还重要哈。比如说选择对的老公、对的老婆，或选择对的职业很重要。对。我都不好意思讲啊，我讲我自己好了。我有一个女儿，国中PR 99上台南女中，台南女中 PR 99上台大第一志愿，台大工商管理学系。然后她又去美国工会拿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结果她出社会找的工作的薪水，输我小舅子的女儿，她跟我女儿同年纪。那小舅子的女儿读闽会护专，护专5年毕业就当护士嘛，护理师，然后就赚钱了。那白天晚上又到华医2技进修部，读进修部，结果我女儿开始薪水都输她，读台大到出国留学，对，输华医2技夜间部，你无法想象啊。好，所以我认为一技之长很重要。我过来人的，那我女儿当然因为国内薪水比较低，只好到国外去。那国外她去香港可惜我香港当然薪水比较高啦，结果又遇到反送中，又遇到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对，所以我觉得一技之长，好，然后不一定要求好的学校，那你要求，比如说你成绩很好，你反而去，比如说去读幼保，假设读幼保，然后去澳洲当幼稚园的老师，薪水20万，哇，20万呢？每个月哦，好，所以这是一个追求蓝海的世界。那那我觉得啊。好的学校，我有一个 complaint 他们都只在学术啊，其实他们都疏于培养学生考照、证照。对。好，那反而像我们这种技职啊，这种学校，然后我们努力考照，那其实你会发现好，你读台大营养硕士班，就读我们的营养5专，就我们考榜首他考不上谁比较有竞争力？这个要各位要深深思考这个问题。那所以其实选择你离家近、就近，然后去念，花费比较低。对。然后严格，不要怕吃苦，你要先苦后甘
然后先吃苦，以后就会有很多的享受这样子。对，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校长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提供的讲了很多秘密，然后提供了很多建议我觉得校长讲的真的是蛮棒的，就是说，也许有的人他追求的是好的学校、很高的学历，那其实我觉得中华医事科大，校长带得很好，现在变成好学校，因为呢，证照时代来临，你有一技之长，而且还可以双学位，这么棒。对，那你多一点证照，其实你出来就是很吃香啊。然后工作好找，薪水又高啊。重点是大家其实找工作也是为了说可以赚高一点的薪水。哇，那真的是中华医事科大。刚才校长讲很多了，所以咱的家长、咱的学生自己参考看看。好，我们再一次感谢校长今天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欢迎各位，不一定来念来参观我们学校原来有一线公车，就是奇美博物馆到火车站的公车，在我们学校一个站，就现在学生多然后搭不上啊，我们就跟市府抗议，就现在2条公车在我们学校，你看花开鸟自来。学生多，连公车也会多。对，哇，那个风景很美。之前那个花开，对，哇，超漂亮。我们学校现在把它建设得更漂亮，然后很多地方都有花。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所有的画是真迹不是复制的这么有钱，会有真迹哇！所以去风景好，画好，然后设备又好，那个未来找工作也好。好，再次谢谢校长，谢谢你，谢谢。咱嘛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时下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